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由華播為大家預備嘅廣播節目。我係周漢新牧師，今日同大家繼續去探討認識猶太文化裏邊神嘅名字。神嘅名字係一個動詞，係一個 verb，唔係一個 noun。上帝唔係冷冰冰坐在他的寶座上。今日同大家進入第二篇，第二篇。當大家見到熒幕上面上帝好獨特嘅名字，我喺近左邊圈住一個字叫 Elohim，Elohim，上帝創造者 mighty and strong，有強大嘅能力。呢個係我哋需要從喺舊約聖經裏邊認識上帝個名，佢嘅屬性、佢嘅性情、佢嘅能力等等。盼望我哋喺呢個名字上面幫助我哋更加了解上帝多一啲。Elohim 大家見熒幕見到有 Elohim，呢個係 Elohim 希伯來文嘅音譯，音譯係希伯來文上帝個名嘅音譯，被稱為全能嘅造物主。所以我哋從呢一度開始去認識上帝。相信喺教會嘅聚會當中，或者喺團契當中，或者其他嘅聚會當中，我哋會聽過或者唱一首歌，叫做有一位神，有一位神。相信大家都好熟悉㗎喇。呢首歌俾我哋嘅意義係咩呢？你知道有一位神，不過你會唔會再問落去就係，呢個神究竟係邊個嚟㗎？呢個神究竟佢係叫咩名㗎？呢個會唔會係喺我哋信主或者我哋信主以後問嘅問題呢？保羅喺哥林多前書8章5到6節喺經文裏邊佢點樣講啊？佢講就話如果你淨係睇紅highlight 咗紅色嗰個位咧，就係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，一位神，我哋得一位神，就是父。當你繼續研究神嘅名嗰時候咧，父都係上帝嘅名字嚟㗎，萬物都歸於他，我們也歸於他，並有一位主。主呢個都係上帝嘅名稱嚟㗎，就是耶穌基督。萬物都是藉着他有的，我們也是藉着他有的。哥林多前書8章5到6節。當我哋從舊約去到新約之間，我哋留意經文對神嘅稱呼同埋對神擺喺嘅位置咧，基本上新舊約係一致嘅。基本上新舊約係一致嘅。當我哋再睇落去，我哋嘗試從舊約聖經起去揾神嘅名字。如果你睇創世記第1章第1節，我哋擺咗6個譯本。第一個係和合本嘅修訂版，點樣講啊？起初神創造天地，我諗呢句大家都好熟悉，識背噶啦。跟住去到新漢語譯本，神在太初創造天地，神，但係冇講究竟呢個神係邊一個？神只係一個 general term 嚟。跟住去到環球新譯本咧，就起初神創造天地。呢個翻譯基本上同和合本係一樣嘅。第4就係呂振中譯本，起初上帝創造天地。第5咧就係去到馮象譯本，太初上帝創造天地。跟住去到思高譯本，呢個係天主教嘅譯本。第6就係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。無論你用神也好，用上帝也好，用天主也好，都冇揭示究竟呢個上帝究竟係邊一個。因為神、上帝、天主都係一個 generic term 嚟嘅。
當我哋繼續睇落去，我哋嘗試喺創世記1章1節嗰度開始睇起。啊，頭先都讀咗啦，起初神創造天地，有冇特別嘅地方咧？冇啦，因為你已經背到滾瓜爛熟。當你睇英文嘅Genesis 第1章第1節，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earth。咁你話啊，如果我睇英文聖經呢節都係好熟悉嘅，我哋去到1、2、3，第三行就係希伯來文。希伯來文點樣去介紹神呢？如果我哋從第四行由左邊睇去右，呢個係調翻轉噶，不過算啦。由左邊睇去右邊，我嘗試讀俾大家聽啦。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 shamayim v'et haaretz。如果你逐個字去尋找佢個解釋，就係起初，從左邊睇去右邊，起初創造神天同埋地。咁你話啊，如果我用希伯來文嘅文法變咗做中文咧，就唔通順嘅，唔通順嘅。跟住你再睇最底嗰行咧，嗱，呢個係聖經嘅，睇下先，嗰個叫做mechanical 嘅 translation，mechanical 嘅係比較執字面式嘅。佢個翻譯係咩啊？在至高之處，嗱，起初去到呢個翻譯咧，起初係講緊時間，在至高之處咧係講緊一個 dimension 嘅一個 dimension。上帝喺一個至高之處，從上而下，上帝望落嚟啊，見到我哋佢創造嘅人類，神創造一切萬物。嗱，如果你去有興趣研究舊約聖經，研究文字嘅翻譯咧，一切萬物如果我哋睇翻中文聖經嘅翻譯咧，起初神創造天地。喺猶太人嘅諺語常用語，其實天地咧係一個 idiom 嚟嘅。idiom 係講咩啊？上帝創造一切萬物，不過字面就係天地。咁所以當我哋從創世記第1章第1節去講神，如果你睇翻希伯來文已經介紹咗呢個神係 Elohim，亦都係今次第二篇想同大家介紹上帝嘅名 Elohim。如果你睇上帝出現喺舊約聖經嘅次數啊，你從左邊睇去右邊 Elohim 眾數 Eloi 神或者上帝呢個名字，如果你翻譯為以羅興或者以利咧，呢個係根據希伯來文原文嘅翻譯㗎。咁但係普遍中文嘅聖經翻譯，我哋只係用神或者係上帝。Elohim 呢個字點解咧？就係滿有權能的神。嗱，如果你將呢個字套翻落去創世記第1章第1節咧，就係起初滿有權能嘅神 Elohim 創造一切萬物。咁會比較貼切少少嘅。咁出現次數呢個字咧係2606次。你話，咁有興趣數字數出現嘅次數咧？嗱，呢個係猶太人讀聖經嘅習慣。猶太人讀聖經嘅習慣，佢係同你逐個字母去讀噶，逐個字，逐個字母，逐每一個字喺聖經出現嘅次數，佢哋成為一個 refer 去將神某一個題目嘅嘢係嘗試歸納起嚟啦。當我哋講到上帝係一個有權能嘅神咧，我哋好多時候會記起一句說話噶，一句說話係講咩啊？我哋嘅 God is greater than our problems。上帝比我哋嘅難題更強大。會唔會今日當我哋明白上帝嘅名更加多、更加深入嗰時候，上帝所具備嘅權能，讓我哋有信心依靠住佢，因為
佢比我哋嘅難題更加強大。如果我哋想查考 Elohim 呢個字喺舊約聖經嘅分佈同埋次數，分佈同埋次數，從舊約嘅創世記去到馬拉基書，從新約嘅馬太福音去到啟示錄，啊嗱呢個就係聖經學者咧，佢哋即係肯花功夫嘅地方嘅。如果你從舊約去睇，究竟上帝出現喺唔同嘅書卷、唔同嘅書卷，邊一個最多呢？啊，我只係揀咗舊約有3卷書，Elohim 出現喺詩篇374次。如果你跟住去到申命記296次，跟住去到以西結書239次，咁你話呢個有咩作用啊？你就明白每一卷書將上帝嘅作為、上帝嘅說話、上帝嘅吩咐先知要做等等嘅嘢咧嘅輕重表露咗出嚟。跟住你再去睇新約聖經，新約聖經都係有3卷書，神 Elohim 呢個字出現嘅次數都係最多嘅。第一卷係咩啊？第一卷係《使徒行傳》159次，第二個係咩啊？《羅馬書》135次，跟住《路德記》117次。次數係代表佢嘅重要性，書卷嘅重要性。呢個係好多聖經學者有興趣研究之後，佢哋一啲學習嘅結論。好，我哋睇下 Elohim 呢個字嘅起源同埋用法。Elohim 如果你用翻中文嘅翻譯，咁如果你唔用神，你唔用上帝，你可以翻譯佢為以羅興，以羅興。以羅興係神嘅意思。當我哋向神祈禱嘅時候，我哋相信以羅興 Elohim 係萬物嘅創造者，創造天地，創造光同黑暗、水同旱地、黑夜同埋白晝嘅分開。呢個名係包含住神嘅創造力、權柄、主權，一個好豐富嘅神嘅名嚟㗎。當我哋去到新約聖經嗰時，耶穌喺十字架上痛苦咁禱告係咩啊？耶穌大聲呼喊：以羅興，以羅興，拉馬撒巴各大尼。你話其實好似有啲棘口啊，係啊，因為呢個係從唔同嘅聖經學者有唔同嘅講法。如果呢一句係亞蘭文，如果呢一句係希伯來文，個意思就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為什麼離棄我？當主耶穌喺十字架上邊都呼喊呼求，向住 Elohim 佢嘅神，我哋嘅神，神點解你會離棄我哋？呢個係好有震撼力㗎。如果我哋更加了解 Elohim 咧，我哋從個字根開始睇起。Elohim 呢個字咧係眾數嚟嘅，Elohim 係眾數。咁有冇單數㗎？有單數咪 L。如果你讀呢個字，發音就係 L。呢個字都係翻譯成為上帝，喺聖經裏邊出現過250次，250次，強調上帝嘅大能。今日我哋可能做基督徒耐咗啦，你對上帝嘅權能、上帝嘅大能有咩理解、有咩感受呢？喺我哋嘅生命當中，當我哋遇到困難、危難，唔知點樣解決嘅問題嗰時候，我哋有冇求告我哋嘅上帝？有冇求告 Elohim 呢？當我哋去到民數記23章22節嗰時，上帝未描述係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嗰個 L。創造嗰時係用 Elohim 嘅，所以我哋需要明白猶太人喺字眼嘅使用、眾數同埋單數喺經文上面嘅意思嘅。咁所以當我哋讀舊約39卷嘅時候，我哋需要留意。
Elohim 呢個字有咩特色咧？就係複式眾數，複式眾數係希伯來文詞語中陽性嘅名詞。複數咧係形式如果你有興趣研究希伯來文咧，希伯來文嘅字嘅眾數結尾嗰時啊，ending 嗰時候咧係用 in。喺200多年前咧，一個虔誠嘅聖徒同埋一個希伯來文語嘅學者哈斯特博士，佢將 Elohim 呢個字咧係指出代表永恆受稱頌嘅三位一體嘅名稱，所以喺基督教嘅神學上面，將 Elohim 呢個字同三位一體嘅神對等咧，基本上應該係從呢啲時間開始㗎。根據呢個定義咧，Elohim 不僅係同受造物立約，而且作為神性嘅本身咧，佢會要同受造物立約。好，我哋再睇落去就係偉大嘅神包括啲乜嘢，或者佢蘊含啲乜嘢咧？佢係象徵住一個至高無上嘅權柄、主權、榮耀。我哋背主禱文嗰時係咩啊？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都是你的。今日呢個對基督徒嚟講係一個挑戰嚟㗎。好多時候喺我哋嘅信仰、生命、侍奉各樣當中，你覺得權柄係邊個㗎？我㗎。國度係邊個啊？我㗎。榮耀係邊個啊？我㗎。好多時候，人嘅作為，人對權柄、國度、榮耀嘅追求，往往係遮蓋咗人同神之間嘅關係嘅。如果我哋讀舊約聖經，經文點樣講啊？耶和華上帝話：我要作你嘅神，我要做你嘅 Elohim。呢個係好重要㗎。創造主向佢嘅創造物或者受造物發出一個呼求，一個呼聲，就係我要做你嘅神。今日我哋信主耐啦，或者我哋認識信仰多啦，我哋究竟將神擺喺邊一個位置當中咧？呢個係值得探討同埋挑戰嘅。好，我哋再睇下 Elohim 呢個字。Elohim 呢個字咧，佢英文嘅表達係咩咧？The strong mighty one，強而有力的那一位神，那個創造者。當我哋再研究 Elohim 呢個字咧，好有意思㗎。猶太人嘅讀經同埋釋經咧，同西方神學係不一樣嘅。好多時候喺以色列人、猶太人，當佢哋研究希伯來文嗰時候咧，佢哋有一個傾向啊，或者一個習慣咧，就係將希伯來文呢個字咧拆開嘅，拆開字裏邊嘅每一個希伯來文字母，本身係有含義嘅，本身係有意思嘅。個意思係咩咧？就係將呢一個希伯來文字拆開之後，尋找希伯來文字個意思，每一個字母，然後拼埋一齊，咁以致佢哋尋找到字嘅組合，呢個字所表達嘅意思。嗱，我哋作為華人信徒咧，我哋係睇和合本或者其他譯本，或者係你睇英文唔同嘅譯本，中文字嘅表達同英文字嘅表達同希伯來文字嘅表達咧係截然不同嘅。咁所以猶太人讀聖經，睇完之後就係逐個字母去解。嗱，大家喺熒幕咧，你會見到一二三四、一二三四、一二三四五個希伯來文字母。當佢哋將每個字母拆開嘅時候咧，第一個字 Aleph 呢個係牛啊。第二個字咧就係 Shepherd，一個牧人，一個牧者嘅權柄。第三個
係展示，第四個係權能嘅行為，最後係水。咁你話咁拆咗呢五個字嘅字母，咁有咩意思啊？當我哋再睇落去嗰時候咧，猶太人會點樣咧？猶太人就係將父子神三位一體，以致佢哋覺得 Elohim 呢個字咧，係基本上咧係含有三位一體嘅詮釋。嗱，如果我哋睇翻一二三四五呢五個字母咧，講緊咩咧？第一個 Aleph 呢個字係 strong leader，一個強大嘅領袖。嗱，喺釋經上邊咧，佢哋當呢一個係聖父。跟住第二個 Lamed 呢個字咧，説話有權柄嘅，佢係當聖子。第三個希，那啟示者，那啟示者聖靈。Yod，第四個就係做咗一件好偉大嘅事情。跟住最後嗰個字 man 係將珠水分開。嗱，珠水分開咧，會令你聯想到好多聖經上邊嘅事情嘅。當上帝創造天地嗰時，佢將水同地分開啊，所以跟住你又去到創世啊，唔係出埃及記，出埃及記當以色列人出咗埃及之後，去到紅海嘅邊緣，紅海嘅邊緣佢會點咧？佢會上帝將水分開，讓以色列人可以安然度過。所以呢個字 Elohim 呢個字咧，如果你逐個字母，好似猶太人咁樣去認識或者學習咧，都有意思㗎。嗱，第一個就係 Aleph、Lamed、He、Yod、Man。啊，如果我哋明白猶太文化多啲，如果我哋明白猶太人嘅信仰多啲咧，係會豐富咗我哋嘅信仰嘅學習同埋經驗嘅。當我哋講到 Elohim 呢個字咧，我哋或者翻譯佢為義羅兄啦，啊，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名詞，係代表咗神嘅身份，神嘅身份個 identity 啊，呢個係我哋信仰有冇看重嘅地方咧？所以 Elohim 喺舊約裏邊嘅重要性有幾樣嘅。Elohim 係神最早出現嘅名稱啊。我哋上一次讀咗Yahweh 耶和華、雅慧等等，佢唔係最早出現㗎，最早出現係喺創世記第一章第一節，起初神創造天地呢一個 Elohim 嘅。最初神 Elohim 創造天地。嗱，你講神同講 Elohim 咧係截然不同嘅。神只係一個 general term 喺一個眾多嘅偶像或者係滿天神佛嘅宗教體系等等咧，神如果你唔講佢個名，你係 identify 唔到佢㗎。Elohim 係創造宇宙萬物嘅主，喺萬有之先存在，一切生命秩序、自然法則都源自他。所以，當我哋喺信仰上邊要再往深去咧，認識咧 Elohim，我哋係需要認識嘅。以羅兄，佢創造嘅身份唔係一個地區性嘅神明。唔係一個地區性嘅神明，係一個全宇宙嘅主宰。所以呢個神幾偉大嘅觀念咧，喺創世記第一章開始嗰時已經展露咗出嚟。第二就係 Elohim 嘅重要性啊，個重要性。Elohim 呢個喺文化上邊係一個眾數複式，好多情形、好多情況之下，點樣將又配合咗單數 L 去將上帝嘅名表達出嚟咧？嗱，如果我哋研究 Elohim 呢個字咧，基本昔日嘅理解啊，對昔日猶太人喺文字上邊嘅表達理解咧，Elohim 呢個字咧，基本上係指王 King。
一個尊貴嘅複數，至高無上嘅威榮，無限嘅能力同埋權柄，所以我哋對神每一個名，對 Elohim 呢個觀念咧，佢唔係一個普通嘅神，佢係至高者，佢超越好多嘢㗎，超越君王、國家、自然力量、假神、偶像等等，佢係真正嘅掌權者。咁所以當我哋同我哋相信嘅神建立關係嘅時候，佢係你嘅阿爸父，佢係創造天地嘅主，你多了解佢，你就明白你同神之間嘅關係去到邊，神嘅能力去到邊。當我哋繼續睇落去耶和華同 Elohim 之間嘅關係，Elohim 之間嘅關係。當喺聖經我哋見到亞當嘅神、挪亞嘅神、全地列國嘅審判者，正正係表達神嘅主權 sovereignty 呢個字唔係限於一個民族，唔係限於以色列人，而係覆蓋全地、覆蓋全世界嘅。當我哋繼續睇聖經，聖經有好多經文，Elohim 創造主，佢係咩咧？佢亦都係一個審判者嚟㗎。嗱，當我哋知道 Elohim 係審判罪惡、維護公義、管理歷史，喺舊約聖經洪水時代，所多瑪河俄摩拉嘅審判代表咩啊？神亦都係一個審判者。嗱，如果上帝係審判者，我哋喺上帝嘅面前，我哋究竟點樣過我哋嘅生活？我哋點樣同我哋周邊屋企人、朋友、社區、國家等等，我哋點樣去生活呢？嗱，上帝唔係淨係關心你信與不信嘅，上帝係關心人類嘅道德行為。嗱，呢個係猶太人信仰嘅重點嚟㗎。猶太人嘅對聖經嘅詮釋咧，唔係單單信，係要將我哋生命當中嘅好嘅行為做出嚟，以致我哋榮耀上帝。嗱，去到今日咧，喺以色列或者喺美國唔同地方嘅猶太人，佢哋對希伯來聖經、舊約聖經嗰種道德上邊嘅教育、行為上邊嘅要求咧，係冇停落嚟㗎。如果我哋將 Elohim 同耶和華做一啲互相嘅對比咧，Elohim 神強調咩啊？能力、創造、主權、威嚴。耶和華 Jehovah 強調咩啊？立約。上帝係一個立約嘅神，拯救將以色列人從埃及帶出嚟，親密嘅關係。立約，約裏邊正正表明人神之間嘅關係，信實同埋恩典。所以當我哋明白上帝有唔同個名啊，每一個名都將上帝唔同程度、唔同情況嘅特性、屬性品格等等表現出嚟。尤其是當我哋講到信實與恩典嗰時候，上帝係絕對信實的，上帝絕對係施慈愛恩典的。咁所以當我哋越明白神究竟係一個點樣嘅神，讓我哋喺生命當中更加跟隨佢。喺創世記第一章主要係用 Elohim， 去到創世記第二章開始，耶和華神係將神兩個名擺埋一齊嘅。表示乜嘢啊？創造宇宙嘅大能者，我哋相信呢個神係願意接近人嘅，與人同行嘅。呢個喺舊約神學裏邊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核心嘅觀念。好，我哋再睇落去就係頭先提過啦。我哋基督教嘅神學，當我哋提到三一論嗰時候咧，Elohim 呢個字呢個眾數咧，好多神學家就認為係隱藏咗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不過呢一個係一個神學概念，唔係一個直接嘅證明，而係一種漸進式嘅啟示、漸進式
嘅啟示。好，去到呢度咧，今日同大家分享 Elohim 上帝嘅名字，我哋去到呢度可以停落嚟啦。我哋重溫頭先讀過嗰一句創世記第一章第一節，起初神創造天地。去到希伯來文就係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'et haaretz，好有意思㗎，好有意思㗎。上帝喺至高之處創造一切萬物。希望上帝俾我哋嘅恩典我哋生命所需要嘅，成為我哋嘅力量去跟隨上帝。下一次同大家分享上帝嘅名字係乜嘢呢？ El Shaddai，El Shaddai，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係 full of power，一個 mighty God。所以希望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全能嘅神嘅名字，我哋點樣理解？當我哋去睇 El Shaddai 全能神呢個名嘅時候，嘗試大家認識一個概念。第三篇，下一次同大家一齊去學習、理解、認識呢一個神嘅名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次見。多謝，拜拜。